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纠正的第105天，同时也是哈梅内伊悟道成仙的第105天，同时也是穆吉塔巴哈梅内尔人间蒸发音信全无的第105天。就在这第105天，波斯湾的局势又多云转晴，拨云见日。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战争马上结束。当然了，如果没算错的，这应该是特朗普第40次宣称美国再一次胜利。特朗普宣称的胜利的次数，那比这个伊朗叫什么真实承诺报复的次数还是差一点。这个伊朗的真实承诺4报复已经进入第100几十轮了，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波斯的局势可以说是一天4变。或许你在看我的节目的时候，中东那边又开始炸上了，所以说主要是变化太快。特朗普昨天是吧，还花了2.5亿美元，就是说49枚战斧导弹对伊朗的很多设施进行了轰炸，号称是2月28号以来最猛烈的轰炸。而且我看媒体报道，以色列也参与了。特朗普上个礼拜还在打电话痛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你要干什么？再不听话，你以后独自面对伊朗等等，没有我，你现在正在坐牢蹬缝纫机。结果那边电话刚撂下，这边美国找了个借口，说他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人的这个见证者无人机给击落了，所以他也报复49枚战斧导弹，价值2.5亿美元就倾泻给了伊朗。这个没完，当天晚上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的时候，特朗普还说了，今天晚上还有更猛烈的轰炸，就这意思，将非常猛烈的打击伊朗。他说今晚还有轰炸，规模更大，威力更强，是大铁锤，不是小铁锤。特朗普说伊朗毫无防备，对此无能为力，我们美军昨晚向他们投下了价值2.5亿美元的炸弹。特朗普辩称伊朗已经感受到打击的影响，他们已经屈服了，只是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这个特朗普和伊朗人互相指责，互相温馨提示对方，你已经受伤了，你重伤，你不久将猝死，就这意思。浓浓的闯五风，互相指责对方，输了还不知道，受了重伤还不知道。这特朗普也这么说伊朗，说他们已经屈服了，只是他们自己还不知道。特朗普还说我要炸倒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但是特朗普同时他也没否认美国与伊朗还在谈判，可能达成历史上最伟大的协议，就是他一边说要进行新的一轮更猛烈的轰炸，一边又说我们跟伊朗还在谈，要炸到他举起白旗投降。这还不算，特朗普他又在他的真相社交媒体上他又说，发了个帖子，他说美国将于今晚对伊朗发起猛烈的，说伊朗的海军、空军、雷达、防空系统以及大部分进攻能力都已丧失，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占领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点，并全面控制其油气市场，就像我们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这对委内瑞拉来说和美国来说都是极好的结果，感谢您关注此事。特朗普夸下海口，不仅要对这个伊朗进行更猛烈的轰炸，而且还要占领哈尔克岛。大家都知道哈尔克岛上面储存的石油是伊朗的90几，伊朗90%几的石油要通过哈尔克岛这个终端来出口。美国占领哈尔克岛，那就是捏住了伊朗的命门，真正的喉咙。特朗普他说，也就像我们控制委内瑞拉那样，大家也知道，委内瑞拉是美国把他的所有的石油给控制了，石油都拉到美国炼油厂去炼，还炼完了钱打到美国一个指定的账户上。当然了，他这个钱都是委内瑞拉的，但是委内瑞拉拿这个钱只能在美国采购他们所需的商品，大概这意思，大家就可以看一下。所以特朗普说，你看这个对美国和委内瑞拉都好，控制了委内瑞拉石油，卖委内瑞拉的石油由美国炼油厂在炼完之后卖钱，那个钱用来买美国的商品给委内瑞拉。那么他也打算这样控制伊朗。特朗普一边指责伊朗方面一直在拖延、敷衍、耍弄美方，同时他又不停地宣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伊朗方面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朗方面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就在大战一触即发，就在特朗普的大榔头举起来的时候，突然美伊战事峰回路转。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伊朗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打击与轰炸行动。你看看，正在大家伸长着脖子看着的特朗普这大铁锤怎么登陆哈尔科岛的时候，特朗普突然说不打了，他叫停了这个轰炸。特朗普甚至宣称针对伊朗的战争已经结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特朗普周四在一场为佐治亚州副州长叫伯特·琼斯竞选州长举行的电话造势活动中，对媒体表示：“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听说了，但我们今天结束了与伊朗的战争。”他声称双方已就停火达成了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还称，他们已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这是我们坚持要求的，也是整件事的核心目的，其中95%的重点都在于此。这个特朗普还说，相关讨论以及最终要点已在概念和具体细节层面获得所有相关方的批准，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等国。他强调，在这笔交易最终确定之前，海上封锁保持全面有效，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将很快公布，也就是不要说什么签不签了，连签协议的时间和地点都要定了。所以短短的几个小时，180度大转弯，峰回路转。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这特朗普又说，我们刚刚与伊朗达成了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目前正处于敲定最终文件的阶段。这种说法特朗普已经好几次了，我记得2个月前他就说了，跟伊朗要达成协议，目前就是细节问题，个别的用词在磋商，结果后面闹出了这么多。现在他又说了，与伊朗达成了一项伟大的战争和和解协议，目前正处于敲定最终文件的阶段，我们应该会在未来几天内完成，或许会在欧洲举行签字仪式，这是一件好事。股市上涨了1000点，这意味着他们对这项协议很满意。这个让人更加怀疑特朗普是在画 K 线。特朗普在选市中期选举造势的时候，他总是放好消息，说马上就达成了。他说了，去欧洲签这个协议他本人恐怕没时间去了，很遗憾，派万斯去签字，万斯也要背锅了。当然了，也有记者就也不客气，就问特朗普说，您之前说过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但这还没有发生，就是你说过很多回了，马上就要签字了，但是到现在没签，您为什么如此确信这一次会有所不同？特朗普说，他们遭受了重创，很少有人能够承受了这样的打击，也就是混合双打，伊朗打完以色列打完美国打，美国打完以色列打，这么混合双打呀，很少有人受得了。他们想要达成协议的愿望比我强烈得多。我们本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完成，我猜那会花很长时间，但是给媒体宣传出来，给大众的感觉是特朗普更迫切需要签协议，而人家伊朗是并不着急，是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闲庭信步，并不急着签协议，而是特朗普急于签协议，至少媒体宣传是吧？给大家的印象，特朗普有点迫不及待，急不可耐。特朗普说他们最近被狠狠地打击了，如您所知，我不喜欢那样做，但我认为这是必要的，这对美国和中东来说是个伟大的协议，而且我认为最终这对伊朗来说也是件好事，因为他们能够重建他们的国家，和我真的相信这是一场政权更迭，因为我发现这些人比那些不再与我们同在的人要理性得多，也就是现在伊朗的领导人和送走的那一批不一样了。那记者就问他说，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是否已经批准这项协议时，特朗普就说了，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穆吉塔巴已经批准了。据他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美国伊朗签字后立即结束，而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我们看看这个阿克西奥斯是怎么报道的。他说，特朗普宣称伊朗协议已达成，德黑兰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已取消原定于周四北京时间周五对伊朗发动的打击，并声称伊朗领导层已经批准了一份
协议草案。该协议将延长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为期60天的伊朗核问题谈判。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宣称协议即将达成，但最终未能实现。对于他最新的说法，德黑兰回应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不过，说3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向阿克西奥斯表示，伊朗官员与卡塔尔调解人员周三举行会谈后，双方在若干关键分歧上取得进展，也就是卡塔尔是居中斡旋，伊朗官员跟卡塔尔官员已经就很多细节已经取得进展了。关键条款，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否认协议已经达成，但表示德黑兰存在考虑批准的可能性。这个伊朗方面回应说，与伊朗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尚未批准任何与美国达成初步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也就是伊朗根本就没有批准。但法尔斯随后又报道称，说美国已经接受了伊朗提出的文本，因此伊朗方面可能重新考虑并再次审议协议，也就是双方来回改，还在改呢。而这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协议尚未最终确定，大部分文本已经完成，但美国不断改变立场。这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其划定的红线上妥协，伊朗尚未就协议做出最终决定。那么阿克西奥斯报道，他说幕后的情况，周三深夜谈判正在德黑兰附近继续进行。卡塔尔的特使叫阿勒萨瓦迪与伊朗外长阿拉戈齐试图弥合美伊之间剩余的分歧，所以在关键的时候，特朗普拿起铁锤敲伊朗几下，这个可以理解，也是为了促进卡塔尔的特使和伊朗外长阿拉戈齐的谈判，一边谈一边打。这是周三晚上，这一炸还是有效果的。特朗普认为这一炸之后后面还在威胁更大的铁锤来了，而且还要抢占哈尔科岛，所以这个逼得伊朗没办法，赶紧签吧，就这意思。3位消息人士表示，卡塔尔和伊朗方面周三认为，他们已经形成一份美国也能接受的协议文本，很有可能这个时候伊朗还在讨价还价，但是特朗普立马举起了他的大铁锤开始恐吓。那大铁锤一举起的时候，这一朗子又跪下了，同意了，说我们汇报一下这个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他一批准就行了。所以特朗普立马又叫停了轰炸，就这么个事。所以我一直说，这个伊朗人就是这样，关键的时候猛地跪下，好汉饶命，对吧？什么都能答应。特朗普一听，好，赶紧停止轰炸，又开始新的一轮墨迹。所以说，周三炸完之后，卡塔尔和伊朗方面认为他们现在谈的这个协议文本，美国能接受了，能够满足美国的要求。这个具体细节是阿克西奥斯报道的，他说双方主要缩小了3项关键分歧。第一个，如何解冻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这是伊朗最关注的问题。第二个，在60天停火期间，如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三个，在停火期间如何推进伊朗核问题谈判。这个消息人士说，伊朗官员周四已向多个国家表示，德黑兰会谈已经达成原则性协议，但仍需哈梅内伊，也就是穆吉塔巴最终批准。这大家也知道，这哈梅内伊批准要1个星期啊，所以特朗普又希望这个周末签，我觉得又要失望了。这朗子就靠这个了，极限拖延。这一跪，这一汇报，一请示，再回来，1个星期过去了。你特朗普怎么着呢？不过，伊朗和卡塔尔方面均强调，美国前一夜的空袭行动大幅增加了伊朗对特朗普真实意图的怀疑。这个特朗普还给内塔尼亚胡打了电话，特朗普表示他已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卡塔尔的这个埃米尔塔米姆以及其他地区领导人通电话。而以色列人的回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虽然以色列并非谅解备忘录的一方，但内塔尼亚胡感谢特朗普总统保证最终协议将包括，也就是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保证了，这个他们跟伊朗签的协议里面，那必须达成以下几条，以色列最关心的哪几条呢？第一个是移除浓缩核材料铀库存，第二个拆除铀浓缩基础设施，也就是那设备都得给拆掉，第三个是限制导弹生产，
第4个是终止伊朗对地区代理武装的支持。内塔尼亚胡相当于给特朗普画了个红线。以色列说了，我们不是什么谅解备忘录签署一方，这个协议我们也不参与，是你跟伊朗谈。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承诺了，要求伊朗不能搞核武器，浓缩铀库存要交出来，把浓缩铀的设备给它清除掉，完了还要限制远程导弹，还要终止伊朗对地区代理武装的支持。这个是特朗普对以色列的承诺。那内塔尼亚胡的意思很简单，你这个协议里面如果没达到，那人家以色列就自己来，他要跟黎巴嫩真主党接着打，他们还要面对伊朗，人家已经做好了独自面对伊朗的准备。但是我相信伊朗跟美国签的协议，伊朗一定是要求你美国要约束以色列，你不能打真主党，你不能也打我。所以说以色列也不在协议里面，谅解备忘录跟以色列也不签署，跟他没关系。完了，很多事情又需要以色列承诺，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所以这个协议恐怕也又是一个历史文件。说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据知情人士透露，说特朗普最初发布协议消息时，并未事先通知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方面对此感到意外。这个阿克西奥斯最后他说，不过白宫在本轮冲突期间曾多次认为协议即将达成，但谈判随后又一次破裂。那这次是不是例外？不好说。我的结论是，即便这次签了谅解备忘录，那接下来的60天里面还得打，而且最终结果很难预料。这个谅解备忘录签了有什么用？这个都是美国方面的说法。我们再看看伊朗这边，根据CNN的报道，伊朗数月来一直在为美国可能对哈尔克岛展开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在美国此前发动军事打击以后，伊朗加强了该岛的防御力量，包括增派了人员，部署了防空系统和便携式防空导弹。伊朗还布设了杀伤人员和反装甲地雷，包括在海岸线沿线布雷，以防美国可能发起的登陆作战。美国官员和军事专家此前警告称，任何旨在夺取该岛的行动都将带来巨大的风险，包括可能导致美方重大伤亡。也就是伊朗人一边谈判，一边也在防着特朗普掏家，特朗普突然袭击哈尔克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6月11号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以为他可以用炸弹摆脱自己一手造成的泥塘和僵局，但面对伊朗的导弹，他只会越陷越深。美国必须在接受伊朗的条件和丧失其国际尊严之间做出选择，要么投降，要么滚。这是雷扎伊说特朗普。伊朗外交部11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0日夜间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称此次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使此前以美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伊朗已达成并且可能在本周末在欧洲，对吧，签协议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6月11日晚对伊朗官方媒体表示，这个巴加埃大家知道吧，是被伊朗的谈判小组组长那个叫什么卡利巴夫任命为伊朗谈判小组的指定的官方发言人。所以巴加埃他说，无论对方言辞如何，威胁也好，宣称也罢，我们都专注于伊朗民族的利益，我们在按自己的节奏行事。关于谅解备忘录内容，只要我们认为它能确保伊朗民族利益，我们肯定会透明的对外公开。但目前伊朗尚未就此事得出最终结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正在由相关决策机构进行审议。巴加埃还透露，过去几天美方再次试图强加一系列不合理的要求和条件，但伊朗绝不会屈服。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巴加埃已经否认了伊朗说特朗普说的马上就要达成协议。巴加埃说他这个协议还在审议之中，还在走流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错误的战略和冲动的决策将使整个局势扭转并恶化，能源基础设施和市场受到剧烈冲击，并制造一片无尽泥潭，
让你们深陷多年。说的是美国。伊朗武装部队叫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发出警告，地区能源安全应当得到共同保障，要么所有国家都能够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要么任何国家都无法做到。这个伊朗人还说，如果美国企图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必遭比以往更为严厉的回击，并且战火将蔓延扩散，导致整个地区陷入不安全的泥潭。声明说，美国自相矛盾的行径是导致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稳的主要根源。鉴于美方威胁伊朗石油基础设施，那么伊朗要么让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惠及各方，要么就让所有的油气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也就是同归于尽。这是伊朗叫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的警告，就是同归于尽。伊朗外交部12号就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袭击商船，造成至少3名印度公民丧生，一是清楚表明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海盗国家。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对美国违法行为追责，此类行为持续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并危及航行自由。总之，从伊朗人的这个说法来看，美伊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早就谈好了，只不过是特朗普总是临时提高价码，总是提出一些不同寻常的要求，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也就是实际上这个在巴基斯坦、卡塔尔的斡旋之下，美伊谅解备忘录早就达成了，就差签字了，但是特朗普不停的提高价码，按照这个网友的说法，就不停的往谅解备忘录里面塞私货。伊朗人忍无可忍，就是不签，特朗普等不及，就是炸。这个特朗普对福克斯新闻表示，他说这个伊朗很擅长宣传，但他们不擅长打仗。他说伊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得到了这么多媒体关注，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他们还对我说我们在媒体上的表现太出色了，也就是伊朗，他们正与我们谈判达成协议，对他们来说这很难，因为他们非常自负，47年来他们一直是中东的霸主，无论我做什么，媒体都会说这是伊朗的伟大胜利。确实，这特朗普做什么穿黑都是他不对，他炸伊朗说特朗普终于等不及了，破防了，他不炸伊朗吧，说特朗普你看逃了是吧，什么逃跑了，炸伊朗那是上了以色列人的当，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特朗普是以色列的提线木偶，不炸伊朗吧又是受以色列影响。总之这个特朗普做什么在他的黑粉眼里那都是错。我感觉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这个周末不签，那下个周末也就很快了，但是这签了也没用，签了这接下来60天里面还得打还得炸。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伊朗人家这个强硬派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在执政，他们还有很强的话语权，他们某种意义上是他们在掌控着整个伊朗。毛拉政权是靠这个强硬派靠革命卫队在支撑，你就是连哄带骗带威逼利诱，让伊朗人签了一个谅解备忘录，他也没法执行。他回去之后他要把这个400多公斤的60%的浓缩铀交出来，他怎么交？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在联合国或者美国或者其他国家一起监督之下，就在伊朗原地稀释，把60%几的浓缩铀稀释了2%。我想美国是没办法接受的，美国能接受，以色列也不能接受。也就是你把60%几的风度的浓缩铀，你给它稀释了2%，那它再假以时日，2%的浓缩铀一样的也会成为60%的浓缩铀，它再去离心再去浓缩时日，这不是什么难事。我觉得从以色列角度来说啊，不仅要把60%风度的浓缩铀给全部移走，还要把它伊朗还有很多油材料都可以用来浓缩的，这些都要移走，以绝后患。当然了，特朗普也不傻，特朗普说了，无论如何不签协议，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对伊朗的冻结和制裁都不会变。也就是特朗普说了，不见兔子不撒鹰。总之波斯的局势一波三折，很正常，大家已经习惯了。但是这个问题要解决没那么容易，所以我们这个
吃瓜群众，这瓜有的吃啊，戏是有的看。最后我再说一下，我们网友有时候经常吃瓜，导致患了一个叫海燕综合症。无论是俄乌战争，还是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或者其他地方，甚至是资本市场，甚至是红绿市场，还有黄金，还有房地产，我们吃瓜群众容易患上一个叫海燕综合症。什么叫海燕综合症？实际上它的全称叫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综合症，简称海燕综合症。这个具体症状，天天盼着重磅消息出来，一天没有看到重磅消息就四肢无力，无精打采，茶饭不思。大家喜欢看大消息、大新闻，对吧？第二天早上一醒来，伊朗已经被炸翻天了，又一波毛拉被送走，不这样都已经不刺激了。你看俄乌战场也是的，双方在那交织，互相炸炼油厂，炸，总感觉好像没意思，就已经这个叫什么叫疲了。所以都患了一种叫海燕综合症，叫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综合症。不要急，慢慢看，要有耐心，吃瓜群众有的是时间。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